高雄小港的高雄梦园已经起超过50年，打算要搁起搁较夸增加连骨墙。去年底说明会引起地方反对，这21下晡市政府进行第一摆的环境影响审议会，上百位里面来到现场抗议。这边是认为讲这时代已经无共啊，因为这是真拍远，不过这阵呢，这是有上千户住伫这，要求市政府就要谨慎评估。反对再反对！反对再反对！高雄小港大坝顶附近5里的里面，21下晡手提白布条，大家聚集伫高雄梦园的门口，大声发出反对扩建的心声。去年底，这个梦园管委会向办说明会，讲要扩建，当时居民都大声反对。21市府办第一届环境影响审议会，趁审议委员来实地勘查，居民是再次表达心中的诉求甲不满。离我的住屋无100公尺，你也看，佮要建设拽了，你也看，这居民敢会当同意？人已经起千几户啊呢？起的，你今日宣布讲要去殡葬管理处，你接这时了，你一只赚死人钱呢？你食别人的囝死袂了。居民愈讲愈气，因为时空背景早都已经无同。50年前，这个梦园设立的时，附近拢是园圃，不过这阵已经有上千户徛家伫咧遮。现在梦园管理单位讲要扩建，包括新增加40个做纳骨墙，会当放12000外的翁仔，还有144个新墓地等等。对此有审议委员建议，扩建是引起地方反对上大的原因。若是会当有一个妥善的管理机制，强调这摆改建是有条件、有限制，无的确会当说服居民。我的范围就这么大，不可能再更大。甚至的话呢，我这个地方做了好几代之后，我还有另外一些的新的做法，而不至于说常常一直会有要更新的更大、更大、更大，因为就大家会担心的就是你现在扩充了，你到未来还会再不会再扩充？环保局表示，目前计划拢还搁伫咧审议当中，进前地方的意见也拢有写入去环境影响说明书，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。委员会也会谨慎评估。记者柯家族、柯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